青年邊喘氣邊流汗，有一滴汗水慢慢由佢鼻梁流到鼻尖。青年呼氣，吹走滴汗水，滴汗水飛上半空。流汗，滴汗水飛到籃球場嘅上空。兩位青年啱啱打完籃球，滴汗水好似煙花咁爆開。兩位青年迎面走近，跳高擊掌。其實好爽。有位伯伯同坐住輪椅嘅傷健人士喺乒乓球室啱啱打完乒乓波。傷健人士將水樽拋向伯伯，伯伯用單手接住。伯伯走近傷健人士，一同休息片刻。伯伯輕搭傷健人士嘅膊頭，雙方有講有笑。畫面轉到去公園。有位汗流浹背嘅孩童，一手接住玩具波，再交俾爸爸。爸爸接住兒子傳嚟嘅波。爸爸、媽媽同兒子並排而立，一邊抹汗，一邊笑。之後畫面見到有位女士喺屋企練習瑜伽，練習完畢，佢一邊抹汗，一邊用手提電話。每日做半個鐘頭運動，呢位女士用手提電話同朋友分享做運動嘅樂趣。電話屏幕出現好多心心、拍手同埋笑面嘅符號。畫面一轉，見到有位少女流住汗，享受迎面而嚟嘅微風，出身汗。少女同朋友踩完單車，三人喺路旁休息。健康啲，有一對男女正喺度緩步跑，開心啲。跑步嘅男女喺路旁休息嘅三位男女面前經過，大家相視而笑，就係咁爽。緩步跑少女大汗淋漓，有一滴汗水由鼻梁流到鼻尖，佢呼氣吹走滴汗水，滴汗水飛上半空。一齊嚟出身汗啦！畫面見到滴汗水好似煙花咁爆開。畫面顯示全民運動日8月3日一齊出身汗，日日運動半個鐘，健康快樂人輕鬆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址 lcsd.gov.hk。8月3號參加全民運動日，詳情上 lcsd.gov.hk 睇啦。